论语合理第一。台南编辑书记参教第一章注完合理是不是不亦一学？有病是万方来不亦乐学，言不低理不稳不亦君子学。第二章有注完，其为人也好德，如何幻想假善意，不可幻想如何作乱假必之有也。君子不本，本立理德性，好德也假，其为人之本无。第三章注完，他人良善，善于人。第四章正注完，我的三性我心，为人无理不忠厚，有朋友交理不信厚，团不识好。第五章注完，得天性之国，敬事理性，这样的爱人，疏人以时。第六章注完，弟子即好，出即地，敬理性，还爱将理亲人，行有无力，则以学文。将诸下话轻轻一声，是父母领及其量，是君领避其心。有朋友交，言理有信，虽我避下，我必为之合意。第八章注话，君子不忠则不威，合则不过，主忠信。没有不如记者，各节不当改。第九章正注话，新疆对岸，并得归何意。十章夫琴论有ผู้ของ话，夫子之有是当也，不闻其正，求之无，也恶之无。ผู้ของ话。夫子温良将强良以敌之，夫子之求之也，其之如何人之求之无。11章注话，夫在观其志，夫不观其行，三年无改有夫之道，可为好矣。12有注话，礼之用，和为贵？先王之道，斯为礼。孝代有之，有所不行，彼何离何？非礼节制，也不可行也。13章有注话，先见无义，言可合也。将见有礼，断体若也，因不是其亲，亦可当也。14注话，君子是无求报，故无求安。nên有事理性有言，就有道理正言，可为好下也已。15章主讲话，典理不忝，夫理不骄，何如注话可也。为了典理的夫理好的假也。主讲话，诗文如车如车，如刀如矛，以书之为无。注话，
是也死可有言死意义，各自往里滴来食，十中自话不还人亦不记地，还不知人也。继续读为政第二。第一章，数话为政以便，譬如百姓，古其所以将先将治。第二章，数话使分别一言以备治，话书无暇。言可学也，将见有理，还批作也。因不是其亲，亦可当也。14自话君子是无求报，故无求安。令有事未信有言，就有道理正言，可为好下也已。15章自狂话，典理无忝，富利无骄，何如自话可也？为了典理的富利好的家也。自狂话，诗文如车如车，如刀如矛，其书其为无。自话是也死可有言死意义，各自往里滴来食。16章自话不还人亦不记地，还不知人也。